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大師傅裝修之下嚟到馬鞍山嘅富寶花園。呢個單位面積就係592尺，屋主講成係3房1廳嘅。今次個單位嘅裝修風格係現代簡約風嘅設計風格，我哋希望一種簡約同埋明亮嘅感覺嘅。非常感謝業主信任，送咗係本公司嘅全拆套餐加升級工程。今次嘅工程係包括客廳、房間、廚房、廁所嘅地磚瓷磚更換，新訂造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、浴屏。仲有包括全屋嘅油漆、水電、清潔費、假天花 LED 燈、全屋房門、鋁窗更換、大門、廁所門、巴士門等等，合共係35萬年工包料費，外仲冇其他附加費用而成為本嘅。首先，廚房門選用咗白色玻璃嘅巴士門，而廚房入邊呢，我係設計咗一組 L 型嘅櫥櫃，下方嘅櫥櫃留咗放洗衣機嘅位置。呢個位置留咗放雪櫃嘅空間，而最後中間配搭咗白色嘅石英石面。廁所門選用咗深啡木紋嘅巴士門，而入邊呢，我亦都係選用咗現代簡約風嘅設計。而淋浴空間嘅位置選用咗銀色嘅玻璃浴屏，然之後嚟到櫃身嘅位置，頂部做咗2門嘅鏡櫃，而下方呢，配搭咗掩門嘅浴室櫃嘅。然之後我哋穿過走廊嚟睇下3間房間嘅空間，房間入邊呢都可以放到一張4尺床、大衣櫃連書台，而房間入邊選用咗淺木紋嘅地磚，配搭白色嘅油漆，方便屋主襯托自己購買嘅家私嘅。大門我哋選用咗深啡色嘅木門，最後全個客廳同房間都選用咗淺木紋嘅地磚，配搭白色嘅油漆。希望營造簡約得嚟有啲溫馨嘅感覺嘅。